是台语新闻杂志，乡亲啊，大家平安。有真侪珍贵的文物，拢是以纸本的形式来流传，人拢叫伊是纸医生的吴铁瑞，是台湾少数纸类的修复师。少年的时阵，伊为表背开始来学起，再搁看领域到档案的修复。不管是生古板，或者是旧唐的纸甲字画，经过伊的骹手治疗，拢会当互这个纸搁来起死回生。伊甚至捌处理过真出名的清朝衙门的档案、谈心档案。对伊来讲，修复的毋但是文物的本身，还有珍贵的历史甲文化价值。咱就做伙来看纸医生吴铁瑞的故事。表背跟纹路修复对我来讲，应该叫生命感。这样子给它正向镶上去，要命。那没关系，拉掉了。要把它全力以赴，用到最后一滴，那不要去浪费生命，这最重要的。他说还要做成原来卷的，我一看说不行，因为这老先生哦，他这当初来的时候，这个都是一段的，都断掉了。这就痕迹，就是因为是年代久了以后卷起来以后断掉了。赛刀溜俩专心搁细致，伊是62岁文物修复师傅吴铁瑞，人称纸医生。伊眼前这位病人是来自清朝的维族，有150年的历史。那这2张就是杜聪明的，因为杜聪明教授他是以医术闻名，然后写字是他的兴趣，只要是他的医学院的学生毕业了，你不要他也会写给你。历代文人的故事甲创作习性，吴铁瑞是贯通古今。采访这一天，伊伫镜头前替纸进行诊疗甲抽顺。那个就是3甲板渗过来的斑点，要把它全部洗掉。字画的表背就是靠水跟浆糊。先把衣服脱了吧，他现在有穿衣服嘛？有没有看到？这些有没有小斑点？几乎有些都不见了。先用这个甲卫生烧连规命纸，也就是小兔纸，用清水小可甲卤一下，夹在中间。再来铺隔离作品的化纤纸，抹氧化剂。比较脏的我们就先下。我现在最主要洗那些斑，这个作用大概10分钟，它慢慢变褐色了。那等一下我们会用中和液，清洁起作用了，再透过超酸洗过，有没有？马上变了。表背功夫会使让作品更加出色。表就是讲伫卫生的4颗链短，粘一寡材料，会有装饰的效果。背是伫卫生的后壁粘材料，有保护甲加强的作用。真的思维拢是用表背来延续传世。那么重新背过，都要先掀开，将歹去所在修理好了，再个移除的上表。我这边是4个领域：字画、档案、书籍。那还有一个我最喜欢的那种欧杯拓片，传统的表背就是基本的新的字画。那要走到旧画的领域的时候，你要下的功夫更多了。那它有缺笔的，你要去补笔。它用油烟墨，你用松烟墨一补，马上就死掉了。所以说，我们就把时间花在研究墨汁上面，然后研究它的线条，然后研究这个人的生平。好，走了。我就要把这张盖上去了。精平抹膏啊，涂表，最后是上板放好打。经过吴铁瑞卡手，台湾女书家当用珠的字画，瞬间焕然一新。所有的文物哈，其实都是人类共同的文化财。你保有它，顶多100年。你从0岁你就承接了嘛，你活100岁，100年以后你还是要给别人嘛。所以说你要善尽责任。你今天有机会拥有它，你就要尽你的责任保护它。修理工事讲究耐心甲美感，因为银棒无好势。其实吴铁瑞本来是做生意业，35岁时到政训局去上电手班，因为既然接触到表背课程，因为安尼再入纸质文物修理的世界。我常套一句俏皮话，
一旦沾上浆糊了，就甩不走。因为乐趣在那边。当你的工作跟你的兴趣是结合在一起的，这是全天下最快乐。尤其我们后来接触久了以后，我们当修护师的时候，那乐趣是更快乐。我们可以看到名家的，我们买不起的几百万的东西，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而且是亲手可以摸得到。这乐趣最大的乐趣在这里。五体罪手表柜历史文献歹算啊，其中上出名就是清代日本的档案——谈心档案。谈心档案非常珍贵，是看清代乾隆41年到光绪21年之间，淡水厅、大报府甲新德馆的行政甲司法档案。今麦伫台湾大学图书馆的馆藏中，经过修理好了后，成功保存了这份历史档案的原貌。因为那时候物质条件也不好，就是用这种箱子装的。那箱子装的要年久了，有一点漏雨啊，霉菌就来了，这些虫就来了，就开始在这边开 party， 开始养。我们那时候是6个修护，我一个人旗下有5个，那就开始做了8年。第一个动作先把不是它的我先筛选掉。像刚才这里哈，我要让它移动啊，水多一点，啊，走。无论是有糖酒坑，还是旧年破烂的纸，这样可以吗？没关系，没关系。我的天哪，新华，太多吗？啊，这点很够。好，起毛完了以后，最后差不多 OK 了，我就加压了。这样你没有现场看，你完全没有感觉。OK 了，你来摸。对。你来摸，摸。我包在哪？这条吗？是这条吗？这一条。哦。好了，这是灯光看。也是已经有白金版的字画册，经过伊对症下药、妙手治疗，拢会使去除满身的伤痕，和纸有新的生命。能用双氧水，我们就不会去用高锰酸钾。好，等于说剂量不一样。比如说啊，你就感冒而已，不要去做化疗了，没有那么严重。所以说，常常人家在叫我说我是指医生，指医生，其实我们就是指的病变，我们都要知道，每个人生病方式都不一样。每一件作品背后所蕴含的情感加回忆，咪在永远被记落来。一个小朋友还有他爸爸，他爸爸带来他爸爸的东西来修理，然后他本来是很忐忑不安，没有想说那件可以修，他只是要表他跟他女儿的，要做纪念。然后刚好他爸爸的东西是被老鼠咬掉的，咬掉一半，左半边不见，他就问我可不可以修，我说可以修。多少钱？不用钱。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动作让我感动到。当初来拿的时候，小朋友有哭，爸爸也哭。那我觉得说这个意义就够大。全盛时期，全台湾表背师傅超过1500个，不过随着时代甲风气的改变，即马表背师较无450个人。五体罪一路培养到底，甲功夫拢无看步。还蛮有趣的，就是每天都会吸收到不一样新的技能，这样，然后是做书啊、做档案啊、做字画、做拓片、线装书等等，就很有趣这样。看到一张破旧的档案，然后被你修复得很好，会蛮有成就感的。因为我一开始也不是很熟悉各朝代的那些书画家或者是近现代的书画家，所以一开始作品来的时候，我就这是谁？我赶快 Google 一下好了。然后就要一边听老师跟客人就是讨论说这件作品他会怎么做修复，慢慢这样子听着学。现在难题就是说，包括我本身啊，所以说我有小朋友，你到底要不要他们来承接，我都会思考，因为其实要做这一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他有没有兴趣？他没有兴趣，我逼他来，其实他做的不会很快乐，反而是他们不来，有人喜欢来学，我反而是我会把重心放在他们上面。你要沿着整个那个碗的边，由外往内，由外往内，对。主角是拜入五体罪文学的第一节课，每一个细节拢袂使马虎。让各种的中药材研究出来红糖的膏啊，使用无同款的表件。无希望讲，和这个表背甲修理的功夫集团已经到各地推广，学生超过4000人。希望讲向下定根，世代传承。只要有人类的一天，表背绝对会存在，因为只要有人类，绝对有文化。
只要有文化，就有一些文人。你一个国家经济上来的时候，文化一定跟着上来。外汇存底不是最重要的。什么叫推广？100个人来，10年以后有个人走这一个行业，那就对了。为家传到史传，为文明的作品到历史要行，除了爱保住传统，吴铁锤佫不断创新，研究米纸的技术，开发新材料。制作古早线装车等等，替老功夫找突破，创造新价值。我自己还蛮喜欢去博物馆、美术馆这样看，很多东西其实都是几十年前、几百年前的作品，就会觉得说，那以后比我年纪还要再更小的那些人，如果他们也可以看到，那他们是不是跟我一样会觉得说，哇，好棒哦！对修复这块就觉得想要有人传承，之后的话还是会比较希望自己能够多对一些老件有一些就是看法研究，然后可以让它比较久的保存下去。表背跟纹路修复对我来讲，应该叫生命吧，全力以赴，用到最后一滴。做文物手表30年的岁月，有承担，有难关，嘛有挑战。不过依然继续磨练向前行。我常跟我们周遭的这些傻子，我都是这样，你们是傻子，人家不喜欢，人家不看重你，没关系，我们自己玩，喜欢就好了。你这样当一个默默工作者，而且工作得很快乐，那你又去做传承更快乐，那我们就是这样做下去，有生之年做到不能动为止。专医生吴铁锤伫小小的工作室内面，用伊生命担起了延续1000年基业重任。伊做如亲拯救文物生命，记录历史风采年华，对伊来讲，表背甲修理，毋那是工课，毋那是兴趣，而是一世人守护文化传承的勇气甲使命。